叫你那个累什么？我多那我个落在正常做正常那当地累哎呦。他个知道药过，跟你做过的，我落药个那得，个最对过种，只开过落我的路年哎，我那个落药个的，被逮了这路来要我，或者来要我，我个当做过了被逮的。这是乱的那不？其实他为么首先讲个路子，我好路个老路了的，我可能老子迷了老子亏哦。哎，没菜嘛，把这么做呢？啊，他在不喝的那天呢，我了的。嘛，给我对面有好了，这是鸟那个。哦。哎呀，妈妈子，喊你跟得到我嘛？到课上早嘛，反正话那你弄有4年，只得去读了不咋嘛？反正很累嘞，只得读了不咋嘞。哎，我你我有，我看人家话呢，我有一下都把我想到看那我，他讲很累，到这个事啊，都要什么嘛？忙了子，慌了子啊。不到个早上，我讲你不知道我在学校，我在上呢。他那一个早上都可以要有了。哎，我还个那个中当的，这一定也没有你嘞。我阿子前中当个做还会啊，还会做么？还会说的。他有文采的，那还有了，有真的有年了有年。那有了呢，我到那的，要怎样？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